张真人，请。说罢后，却见阿三瞬间爆发出强横的内力，往地面一蹬，刚猛霸道的内力直接将地上的青砖蹬成碎片。而如此浑厚、刚猛霸道的内力，也让白眉鹰王阴天正说出了那句被网友疯狂调侃的经典话语：好雄厚的内力啊，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？赵敏见众人都被阿三震慑，当场不禁面露出得意之色。张三丰纵横江湖百年，区区小场面又岂会放在眼里？不料正欲上前之际，却被身后的小道童叫住：“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？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。”众人听后都不禁好奇的是，谁敢在此大放厥词？明叫众人转身看去，则一眼认出易容后的张无忌。张三丰因老眼昏花数十年未与张翠山相见，以至于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张无忌，还在劝解张无忌对手乃是西域少林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，实力之强悍，强行出头恐怕会以冷击石。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说罢后，张无忌就抢先一步飞身，一跃而上，与阿三激战在一起。俩人在空中拳脚比拼，不起赫落之间，两人的实力竟打得不分伯仲，纷纷落了下来。而再看落地后的张无忌，已经摆好了太极拳的起手式，准备下轮的较量。此番操作也让张三丰与于代言瞬间震惊不已，俩人都不知何时收了这么一名天赋如此之高的小道童，仅观看一次太极拳就能将其精髓全部领悟并施展出来。而再看此时场中的两人却已激战在一起，却见阿三以疾风之势对着张无忌发起一轮猛攻，一击不成又是一套刚猛有劲的快拳连绵而至，但全部都被张无忌的太极拳轻松化解。看准时机，又是一招借力打力的将阿三狠狠摔飞出去。一旁的张三丰见张无忌已经初步领悟了太极拳的奥义，自然也毫不吝啬的在一旁指点起来。张无忌本就武学天赋极高，在九阳神功的加持下，以及张三丰的不断提点，很快便掌握了太极拳的圆转如意、形神合一的精要所在。而阿三只感觉每一招刚猛的拳劲都打在莲花之上，简直毫无威力可言。恼怒之下的阿三唯有拼死一搏，不料却被张无忌一招双风贯耳将阿三举了起来。紧接着一记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打得阿三晕头转向，然后又趁其不备以龙爪手擒住阿三的脑壳，将他制服。阿三，把黑玉断续膏来！本门的虚功妙药，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。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，还真有。拿来！没有。为了逼阿三交出黑玉断续膏，张无忌也不再废话，运转内力一掌击碎了阿三的右臂。可让张无忌没想到的是，阿三也是一块硬骨头，依然不愿透露半点信息。张无忌见此也不再留情，当即决定以牙还牙，使出大力金刚指将阿三身上所有经脉震断，紧接着又以太极拳将阿三丢到赵敏的面前。就在赵敏觉得眼前这个小道童似曾相识之时，突见一人突然飞身而来，向张无忌发起偷袭，而来人正是赵敏的第二名大将阿